日係我徐朗橋，我今日會表演食物你好嗎嘅 theme song。好，我哋一齊唱啦。嚟讓放大鏡看一看，這些食物是什麼模樣？是圓的、方的、尖的、辣的，一粒一片一串，真有趣。逐樣放住嘴巴吃一口，這些食物是什麼模樣？味道是甜的、酸的、苦的、辣的。我唔識喎。好，聽日係你第二次。好啦。